馬鞍山中心高層單位，咁喺入門口嘅位置嘅左手邊就係廚房。好，咁我哋望一望客廳嘅位置。咁客廳呢邊咧就會望翻新港城第4期嗰個方向，就向南嘅。咁飯廳喺對面，咁呢度有個窗咧就可以做到南北對流。咁咧呢度就一條走廊入就有4間房，一個洗手間。好，我哋睇一睇第一間睡房。第二間，景觀都係望翻新港城嘅第4期嘅，所以就向南噶啦。呢間係第3間，咁有啲人就可以住人啦，當然，咁啊可以做衣帽間啦，可以做書房啦。咁佢都有隻窗嘅。好，最後就係大房啦。景觀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有需要 call 返我中原地產迎海分行嘅 Ricky Yu。